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吉的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今日彩色人生呢，有缘邀请到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陈天道长老呢，来咱节目中来分享到如何见证。陈长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真感谢陈长老在百忙中间，佮拨时间来咱节目中来讲到有关一寡阮本会这个信徒，因为这美好的言行，甲因的信仰的品德，伫遮甲咱做来做分享。今日陈长老要甲咱分享带一位即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今仔日要来讲的一位女执事伊姓屈，叫做屈巧，伊的姓名叫做玛利亚，所以就是叫做玛利亚执事。不过咱的教会有两个玛利亚执事真出名，一个是杨玛利亚执事，这是较少年。我要讲的这个屈玛利亚执事是较老、较古早，所以阮定来将这两个女执事甲分别讲老玛利亚执事，甲少年玛利亚执事。是安尼。这个就是老玛利亚执事。我今日来讲这个老玛利亚执事，就是屈玛利亚执事的见证。圣经讲从前引导恁传授的道，互恁的人。恁着想念因，效法因的信心，留心看因做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仔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古早传福音互咱的遐人，事实咱甲看，主耶稣互因的结局真好。耶稣基督永远无改变，昨日、今仔日到永远是共款。我所明白的这位屈玛利亚执事就是一位真认真做工、传福音的人，也确实留落真好的榜样伊会子子孙孙也有美好的结局。所以咱讲所敬拜的主耶稣，真正是昨日、今仔日一直到永远拢无改变。是。感觉这个屈玛利亚执事伊是上罗东教会，伊是大州人，伊的丈夫无信主耶稣。伊家是一个好野人，但是呢，因为伊来信主伫这个好野人的家庭所无地位。不但安尼，这丈夫为着伊来信这个真耶稣教会佮加上真多迫害，真多这个阻挡。伊为着要来信主，伊遮的苦非常的济，但是伊是一个真刻苦耐劳、足够忍耐、足够吞忍的人。为着要祈祷，有当时会厝内面来甲骂。所以伊就爱较细声祈祷，或者是利用人咧困的时间才来祈祷。当然绝对袂使咧去互家族人看到。安休你要去聚会厝内底的人，尤其伊的丈夫会甲主动，无爱互伊去。毋互伊去，伊对这个守安休你佫真看重。所以有当时伫教我讲好我呢利用恁无看到的时圣经乖爷咧我就紧行路出去。倒转来互你拍无要紧啦。所以只要我安尼偷出去，会当平安出去就好转来要安怎拢无咧考虑所以真正捌真侪摆厝内底人毋知，伊安点安尼出去，倒转来真正互迫害互拍。老人为着要去到罗东教会聚会对大洲行大概爱1-2点钟搁中间过一个迄个做铁枝路的斩木桥，这个斩木桥就爱算到迄个看迄火车无来才紧行。中间去拄着就赶紧安尼去避伫迄个用开就会出去遐哇是真危险。所以为着要守安休日，为着要祈祷，确实伊受真大的这个迫害阻挡。但是呢，主耶稣帮助伊伊克服过啦。红拍红骂伊袂要紧尾伊这个丈夫比伊较头先离世，离世了伊就得到讨房得到讨房了后伊甲共款，甲咱中间这安娜执事啦，因这前去做自由传道，所以现在伫这个中南区、中部区
也真多即个老玛利亚接受的即个卡者。伊做咧做女传道的时阵啊，伊主要的就是讲宽免，足够宽免人的，有即个宽华因素。无论是翁某冤家，无论是大家新妇无好好，无论是兄弟啊，有即个宽华因素。伊咧宽华柔柔啊啦，用耶稣的爱来宽华。所以被宽华的人大概拢会接受。伊袂责备人，人真好啊，绝对毋捌责备人啊，这是真难得的所在。因为伊信主耶稣了，对这圣经的这个阅读才愈明白讲，真侪人敬主耶稣，认对主耶稣。佫读着讲，真侪福音人啊，来攻击主耶稣甲门徒的生活的需要。所以伊想讲安尼我出门啊，袂使你去麻烦着别人，所以有当时啊，家己赞物件咧，伫安尼毋敢去麻烦着人。虽然迄阵啊安尼，毋是经济毋是真好，但是呢，伊是认真奉献的人，为着要奉献啊，所以伫伊的房间的边啊饲猪啦，但无人饲猪饲到房间的，慢慢的这就是。我也毋敢讲是第一个，还是唯一的人，但是就是伫伊的房间的边为一个时时刻刻饲两三只猪啊饲咧啊，毋是家己食，卖了后就去奉献，奉献到总会，奉献到邻近的需要教会。迄阵南澳北校伫咧迄山地人啊，真缺乏的时阵啊，伊家己嘛毋是真好啊，将米杯摕去奉献给因家，是一个遮尔安尼真注重奉献的人。另外，为着要奉献啊，伊就饲鸡饲鸭。伊这个饲鸡饲鸭一面是为着要卖来奉献，饲猪嘛是啦。但是较要紧的是为着要接待。这个接待啊，安怎接待呢？因为每一年啊，代表大会拢总伫台中开。劳动宜兰的人啊，这老大人有一个因素，就是会晓做鸭掌荤的物件鸭掌啦、猪脂啦会晓做食，饲鸡饲鸭，得赶紧得饲好大只。若算到这大会你要到啊，就看真要紧要这鸡鸭紧大只，通来抬来做鸭掌，通掠来总会啊。所以有当时啊，我是听咧讲，有当时啊，为着要互这鸡鸭紧大只，饲了你佫无，所以有当时啊，家己要食的物件，佫少欠者，莫食甲遐济安尼来饲鸡饲鸭，看咱紧大只诶。即摆大只了后，家己做了，即摆代表大会啊。就掠来台中，台中啊，即摆这食饭的是大家笃咧就食，大家有就讲，这气味真好啊，这是啥诶？就为人问讲，这都宜兰诶啦，罗东诶啦，知影啦，都话迄个满地这都体来啦，知影诶人是安尼食甲欢喜，感谢但是这是毋知影人，若知影诶人咧，知影讲伊这是安尼欠两内度啊，安尼来饲鸭，安尼摕互咱食，所以有诶阮食咧家己讲做。含白沙沙吞落去，太感动了，那是。伊这个就奉献甲接待接待的这个精神是无管你有钱无钱啊，接待人伊是绝对真出力的。像讲来咱中部咧开这联谊会也是咧开大会啊，甲人做伙困，伊是下鼓，下鼓是极行顶暗时咧困啊，下鼓淡土啊，直扫，去影响到人啊。伊是真毋敢去讲安尼搅吵的人，家己会扫会去影响到边仔的人伊就赶紧咧，安尼去外口摸一只被啊踮外口迄个因迄庄脚人定讲我做草困啊，到草困骹安尼北风直接伊咧摸咱南边安尼都喺酷扫较安尼差不多咯，会对啊，才过伫要困。有当时去互吹上，那走对去，尾人才知影讲就是米伫遐，尾一半下若较地基也是讲较有体贴的，会甲安排讲无另外安尼清零安尼伊就是安尼真细致啊，毋敢去讲麻烦，毋敢去讲安尼杂做，就款圣地的人啦。所以老妈你的这事啊，我最感动的第一就是信仰的坚持。虽然受迫害啊，无退步，祈祷安好的聚会。绝对无停止。搁一项就是奉献，伊是欠咧奉献的，毋是
有存在的奉献。所以咱若要讲圣经内底啊，讲迄个善良的寡妇吼，献2个小钱。主要说咧讲，伊所献的比这人较济。这份的见证吼，在马利亚这书来讲吼，是当之无愧啦。另外就是接待，伊是不遗余力，有啥物物件是要默默出来奉献，默默出来互人，绝对无为家己留的啦。但是伊这是刻苦家己吼，来接待别人的呢，是安尼。到10多年前，我甲一个老团队啊，出去国外做工，这个老团队对老马尼就是更较熟啊，比我更较熟。虽然我是伊的孙婿吼，但是我无遐熟啊。我是巴黎，但是我无遐熟。这个老团队伫台顶做见证，伊讲老马尼这事啊，临终的时阵吼，将伊所有的遗产啦、伊的钱啦，甲分做3包啦。分做3包啊，就叫迄阵啊，照我听是应该是请张道长咯，林张道长咯，因为边劳动教会嘛。对。叫来，甲讲吼，伊担到身体无好啊，特别要离开世间啊，所以伊这遗产吼，伊这存这的钱吼，当然毋是真济啦，在伊来讲是已经全部啊嘛。讲安尼请接受甲伊发落一个安尼吼，伊甲分做3包，接受甲问讲你是要创啥？伊讲头一包就是要劳动教会做建筑基金。迄阵劳动还未起会堂，伊是一个心愿，就是讲爱来起会堂，所以这包要做建筑会堂的基金。第2包啊，就是要互一个中南区啊，一个寡妇啦，迄生活真艰苦啊，希望这会当帮助伊一出来呢。第3包啊，大概是总会啦，我若无记唔对，应该是安尼啦。这时就甲问讲，你迄孙啊咧，因为伊囝嘛早死啊，伊个孙都即满带动迄个阿聪啊，姚建聪嘛，甲阮太太，算伊个查某孙嘛，个另外一个伫罗东啦。伊讲你有来互恁个囝孙，伊讲唔免啦。伊讲我个孙啊若有道理，主耶稣就互因有一个好个头路，好个归宿，因就无烦恼啊咧。若无道理，我这包互伊吼，给了诶。若有道理，主要说都看过啊，那才用我这包。是啊，所以拢无咧。这事听得真感动。我就是伫国外听到伊安尼咧讲我这个阿嬷这个见证，老妈咧说，我家己嘛真感动。所以当下我咧甲阮查某人讲嘛，我讲你捌听到这伊讲毋捌。所以伊咧奉献就是安尼啊，是拢考虑别人啊，无考虑家己。家己是安尼真欠哦，无论食，无论穿，无论用，拢真欠。迄阵啊吼，伊个丈夫咧甲逼害死啊，伊知影讲有一日吼，真可能啦，用赶出家门啦，为着信仰互安尼搬出来无一定啊。所以伫因兜吼，虽然有通陪吼，伊开始咧学刻苦生活，伊家己食暗糜啊、椒盐安尼食，无爱配菜啦。伊讲有一日啊，我若互赶出去吼，真可能啊，连椒盐都无。所以我一定爱来先学习一个，先过一个刻苦的生活。这若学会过吼，有一日互赶出去，我无钱啊，我生活真艰苦，我就会当应付啊咧。伊就是这款信心的咧。所以吼，伫罗东教会来讲吼，伊的爱心啦，伊的信心的表现吼，实在是真感动人。为着信仰互人压迫安尼个行路，转来搁着互拍吼。听讲有一摆啊，讲安尼日啊，厝内面嘛是真咧个注意讲，今仔拜六啊要搁出去啊，伊就安尼将这个拐啊吼，圣经赞美诗抱包包咧，先甲踮对外口出去啦。拄对伊咧，伊要行迄个批评路出去，再摕一个鸡爪啊吼，惊讲要去饲鸡啊，则我对遐去啦。将迄个饲鸡物件下咧，过遐圣经摸来紧行啦，紧行，嘛是无早落来咧。伊就是讲，只要会当出去，转来要安怎随在你啊。所以信心嘛是有够坚强的，对这安息日啊有够看重的。所以我当时咧想着，我咱今仔日安尼信仰这么自由，家庭安尼这么自由，搁安尼聚会安尼袂当真热心啊。实在想起来吼，咱是个真差。另外我拄则讲，除了这个信心的表现以外，就是爱心，特别是对主耶稣的奉献。所以我讲伫房间啊来饲猪、饲鸡、饲鸭。是要为着奉献的呢，毋是讲是要享受啊，拢是奉献帮助遐火烧厝的啦，什么艰苦的兄弟姊妹，甚至最后的遗产就是安尼，拢是考虑总会、考虑教会、考虑善车的人，无咧考虑家己的人，这奉献的精神吼，也是真可取。另外就是这个接待，爱心的接待，伊安尼饲鸡饲鸭，就是安尼做咧，来代表大会啊，来请人客啊。
哦，所以这几点的这个表现啊，我感觉讲这个老玛利亚就是一生啊去克己泰然啊，甘愿过着这个刻苦的生活，啊来对主耶稣忠心，啊对人安尼有爱心，所以到现在为止吼，感谢主，啊这个这三个孙，伊所帮这三个孙啊，迄阵啊伊是用阿嬷的身份来饲这三个孙啊，无老爸无老母啊嘛，啊其中一个孙就是即马伫台东嘛吼，即马感谢主啊嘛做负责人啊，啊搁一个是我的太太，是吼。我虽然毋是好野人，但是我互伊有饭通食，真安定啊！吼，伊毋是叫做好野人，毋过叫团队嘛袂歹啦。啊，所以甲看起来，啊，搁一个啊，这是罗东的李丁老娘嘛。哦，啊，这就是因这姊妹啊嘛。你甲看起来，这姊妹啊，这下代吼，伫信仰上安尼也算保持咧嘛。吼，啊，会当安尼，定咧甲阮找人讲，看你会当学阿嬷学偌济，伊讲阮也有法度。啊，就是表现真好，所以我常咧讲，这圣经内底有真侪这真出名、真有爱心的人嘛。拄其实伫咱的教会内底啊，像即款这样有爱心的吼，讲起来无输圣经这几项，会当媲美。对，这就是老玛利亚之书或者苦求。所以咱常咧讲玛利亚之书，毋是迄个咱听到迄个歌咏迄个，叫做牛玛利亚啦，啊，这个是苦玛利亚之书。啊，咱一般用这个老甲少的，做老玛利亚之书，啊，今仔用伊的见证吼，甲咱大家分享啊，求主耶稣啊，祝福互咱安尼彼此来学习，将做一个主所听的门道啊。是，感谢陈长老甲咱用了苦玛利亚之书，伊的信心，伊的奉献，甲伊的爱心，真详细。啊，一直甲咱分析，讲到非常清楚，真正嘛，敢若像伫甲咱的目睭前共款。所以咱或者咱捌看过苦玛利亚之书，但是经过陈长老这那深刻的这种描述，确实啊，互咱有一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啊。希望咱也会当来向着这个标杆来发生啊，因的美德。最后呢，也请陈长老甲咱带领咱祈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啊！伫要结束以前啊，咱做下头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感谢祈祷，慈悲的天父，感谢你恩典，你日日照顾阮，保护阮，互阮生活伫你的平安的中间。天父真神，你也拣选你所爱的门徒苦玛利亚之书，可以当忠心的信仰，实行爱心的教诲，显出天父真神你的荣耀。主，阮听到圣经以及伫阮的教会中这美好见证的人。求神你感动阮的心，互阮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学习这个人真好的美德，互阮也伫阮的身上，伫阮的家庭来显出主你的荣耀，来荣光主耶稣你的圣名，来引导万民来归向你。阮伫要结束以前，安尼献上感谢祷告，求主耶稣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咱今日真感谢陈长老用这样美好的见证，甲咱做分享。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大家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再见。好，大家平安。